大眾傳播媒介係公眾接收社會資訊嘅主要來源，我諗相信大家咧都非常之認同呢一啲説話㗎。佢所發放嘅資訊，有啲人話其實咧就會對社會大眾嘅影響相當廣泛啦。咁啊睇翻而家香港嘅社會，其實咧傳媒所發放嘅資訊咧，真係對香港人咧影響幾大嘅。因此，傳媒嘅公信力咧就非常之重要。除咗咧媒體本身啦，即係傳媒公信力對媒體本身佢係一種咧榮譽指標之外咧，同埋其實佢都係對於嗰個嘅媒體本身係一樣重要資產嚟嘅噃。新聞傳媒作為社會重要嘅公共嘅載體，佢嘅公信力究竟同我哋有咩關係呢？近期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咧就公布咗一項對於傳媒公信力嘅調查，結果顯示而家咧香港嘅新聞傳播機構嘅整體公信力咧，同5年前嗰個調查嘅結果相差唔大。呢一個調查咧喺今年嘅2月進行嘅，就隨機抽樣啦，就用電話訪問咗一共大概即係超過咗527位18歲以上嘅香港嘅市民，要求咧受訪者就而家香港嘅23家嘅香港嘅傳媒機構嘅可信程度評分，咁最高分咧就為10分，而最低分咧就為1分，從而咧就得出各個機構咧嗰個嘅評分同埋排名嘅。咁結果顯示受訪者咧今年比香港嘅傳媒嘅平均公信力嘅分數係幾多呢？就係6.74分。如果以10分為滿分嘅話，比上一次喺2001年做嗰個調查6.46分為高。報告指出啦，就係影響傳媒公信力嘅因素咧，其實係好包括咧傳媒嗰個嘅類別嘅喎。例如係睇下佢即係傳媒類別，佢個內容係咪煽情啦，有冇即係牽涉佢嗰個嘅政治立場啦。一般嚟講咧，電子媒體咧嗰個評分咧會較高嘅，而一啲內容比較平實啦，同埋以香港人咧嘅角度去出發，去即係做一啲新聞嘅題材咧嘅新聞機構咧，佢嘅公信力同埋評分咧都係比較高㗎。根據呢個調查嘅報告顯示啦，一啲銷量高嘅暢銷報章咧，佢嘅公信力排名咧同過往嗰個嘅調查咧類近，都係五甲不入㗎，反映咗傳媒嘅公信力同本身佢自己嘅銷量或者佢嘅可讀性咧，都可以係冇直接掛鈎嘅地方嘅。有人認為，只要咧報章有人買，市場大，咁咧佢就有勢力同埋有影響力。但係有勢力同埋有影響力咧，就唔代表嗰份嘅即係報章咧係有佢嗰個公信力嘅喎。以香港嘅情況為例啊，銷量咧佔香港讀者差唔多70%嘅傳媒嘅機構咧，佢哋喺今次調查裏邊嘅結果咧，佢嘅公信力都係偏低嘅。大眾如果咧要根據用呢啲報章咧係去知道咧新聞嗰個事實嘅真相，唔知信幾多好咧？其實可能喺現時裏邊咧，我哋真係唔可以咧信晒一份咧即係暢銷報紙裏邊所報道嘅內容。可能我哋睇一單新聞嘅時候，都要咧攞唔同嘅即係報章咧去比較一下同一單新聞佢點樣報導咧。即係我諗係咧呢個情況咧係比較可悲嘅。咁根據呢個調查嘅報告，其實有一點咧，我哋係好值得咧我哋去深思啦，就係咧大眾究竟對傳媒公信力嗰個嘅着重程度究竟有幾多呢？其實傳媒公信力係咪淨係得一啲大學嘅新聞系嘅學者去關心嘅題目呢？當我哋經常話都要求傳媒要有佢嗰個專業操守同埋水平嘅時候，我哋所付出嗰6蚊，其實又係買咗邊份報紙呢？其實係一份比較報價比較高啊，經常咧都有佢嘅專業操守去報導新聞啦，定係一啲好暢銷又充滿娛樂性嘅報紙呢？我諗咧如果香港嘅傳媒嘅公信力評分要有繼續改善嘅空間咧，我諗讀者對新聞嗰個嘅求真同埋嗰個嚴謹嘅態度咧，呢樣嘢都有好大嘅幫助㗎。我諗咧，除咗咧傳媒公信力咧，大家好關心之外咧，有一件事件咧就係早前發生嘅，我諗好多人都會好關心，就係一集團咧早前就刊登女藝人鍾欣桐嘅更衣嘅照片，被人事物品審裁處咧去評定為第2級咧不雅
呢個問題啊。咁啊，一集團呢，佢就喺早前呢就申請嗰個嘅覆核嘅評級啦。不過呢，近嚟呢審裁處已經有結果，而審裁處呢就係駁回呢佢哋呢有關呢嗰個嘅覆核嘅申請，亦都維持原判呢係雜誌係被評為第二類嘅。而事發至今呢，一直呢都冇對事件表態嘅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呢，日前就接受咗有一個電視台嘅即係節目嘅訪問啦。佢呢首次表示呢願意呢向鍾欣桐呢道歉嘅，以及呢交出呢佢即係呢件事去拍低咗即係嗰個換衫嗰個照片呢嘅有關嘅底片啦。其實《蘋果日報》同埋壹傳媒，即係喺1998年呢陳健康事件，即係至今其實已經有8年嘅時間。當中呢，佢唔止一次呢就其佢刊登嘅問題嘅報導或者一啲新聞嘅報導呢而道歉嘅。根據黎智英先生咧，佢喺呢個電視台嘅訪問節目裏邊咧，佢表示啦，自己集團咧佢嘅做法咧，過往都有好多問題，但係認為咧，即係佢裏邊咧嗰個文化咧就要慢慢咁樣去改變喎。又認為即係呢件鍾欣桐事件裏邊咧係冇人需要負責任嘅喺佢嘅即係報社裏邊。咁黎先生其實究竟佢意思慢慢嘅意思係幾慢呢？10年、20年、30年？《蘋果日報》自98年陳健康事件嗰個有償新聞報導呢，即係《蘋果日報》就有關事件道歉，至今8年裏邊呢段時間，可唔可以形容為係慢呢？定係可以形容為快呢？公眾呢又能唔能夠接受呢？《蘋果日報》或者壹傳媒佢呢個嘅改善嘅進度呢？喺度呢，我去鼓勵大家，無論係即係今次鍾欣桐嘅事件啦，或者係有關傳媒公信力啊，一啲新實嘅報導啊，傳媒會唔會用聲色線去嚟即係去做新聞而吸引讀者呢啲嘅問題呢？其實我哋應該呢就要積極咧向有關嘅機構咧表達咧我哋對呢啲做法嘅意見嘅。